美国职篮 NBA 西区第8种子洛杉矶快艇今天下半场演出季后赛史上最大逆转，扭转落后31分劣势，中场135比131击败西区头号种子金州勇士，季后赛首轮扳成1胜1败平手。勇士中锋表弟科森斯 （DeMarcus Cousins） 今天开赛不到4分钟就伤到左腿4头肌，球队随即宣布他不会回到场上。金州勇士队在推特上写道，他接下来24小时内将接受核磁共振 （MRI） 检查。勇士和快艇13日首轮第1战是科森斯生涯首场季后赛，28岁的他缴出9分、9篮板、4助攻，勇士中场以121比104轻松击败快艇。勇士今天首节以33比25领先，第二节以40比25攻势扩大领先，上半场结束握有73比50领先。快艇第3节苦追分，落后差距缩至14分，来到94比108。快艇第4节暴走力挽狂澜，最后1分钟追到128比128平手。勇士球星科瑞 （Stephen Curry） 紧接命中3分，威廉斯 （Lou Williams） 替快艇进球的2分，沙米特 （Landry Shamet）命中关键3分，助快艇133比131领先。哈洛 （Montrezl Harrell） 取得2罚机会全中，快艇以4分领先优势胜出。ESPN 报道，快艇扭转落后31分劣势取胜，为 NBA 季后赛史上最大逆转秀，超越洛杉矶湖人1989年的逆转演出。湖人当年从落后29分即起直追，中场击败西雅图超音速奥克拉荷马雷霆前身。快艇替补球员威廉斯今天全场22投13中，标出36分、11助攻双10成绩。哈洛也缴出25分、10篮板双10。贾里纳里 Danilo Gallinari 一助24分，葛林 Jamie Chow Green 13分、7篮板，沙米特贡献12分、4篮板。勇士方面，科瑞拿下全队最高29分，外加1篮板6助攻；杜兰特 Kevin Durant 21分、5篮板、5助攻；卢尼 Kevon Looney 19分、5篮板；汤普森 Klay Thompson 17分、3篮板。两队第3战18日移师洛杉矶登场。